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8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7篇，传道书第2章第1节到17节，歌罗西书第3章18节到第4章的第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为主来做。人生的人一生无论是安怎努力，若毋是为着上帝，或者是讲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一切就会变成做空虚啦吼。今朝昨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牧师提醒，迄一位追求地上的财富，去大仓库积聚私人的财宝的人，到了尾却因为失去性命，失去伊所努力积存的一切。传道书第2章第1节到17节，扫罗文王安尼会提醒甲劝勉，我对家己讲来追求享乐，看有甚物好处，结果这嘛是空虚。我讲滚笑是癫狂，享乐嘛是空空。我想要用酒，互身躯爽快，过愚妄的生活。毋过，我的心犹旧爱互智慧来引带，通知人短短的一生，什么是上好的生活。我为着家己兴起大工程，去种济厝，栽种葡萄，修造花园甲果子园。伫迄内面栽种各种果子树，佮开水池灌压树林内的树仔栽。我有买男女罗列，嘛有出世伫阮家内的，佮有真济的牛群、羊群，比我以前伫耶路撒冷遐的国人所有的佮较济。我嘛为着家己积聚金银，收集列王甲特省的财宝，佮着唱歌的男女，真济的光辉，以及世间人所喜爱的享受。安尼我就比以前所有的伫耶路撒冷的人佮较兴旺，佮智慧嘛无离开我。我目睭所爱的，我无甲伊阻挡；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无甲伊禁止。因为我的心对我所打拼的感觉满足，这是我打拼得到的报酬。毋过我看我的手所做的一切，以及我劳碌所达成的，拢是空虚，拢是掠风，日光的下面拢无利益。我活转来观察智慧、癫狂甲愚妄王的继承人兼会搁做甚物？不过是做以前王所做的那点。我看出智慧比愚妄较好。亲像光明比黑暗较好，智慧的人看清楚头前的路，愚妄的人伫黑暗的中间望无路。毋过我嘛知因的结局拢相款。我心内想戆人拄着的，我嘛会拄着。安尼我有智慧有甚物利益？我心内讲，这嘛是空虚。智慧的人甲愚妄的人平平拢袂永远互人纪念。因为到尾拢会互人袂记住，愚妄的人死，智慧的人嘛着死。所以我愿找性命，因为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的代志，拢互我忧苦。这拢是空虚，拢是掠风。保罗写互歌罗西教会基督徒的培训，来提高着顺服的生命态度。保罗讲，顺服是信主的基督徒的本分，无论倒一个方向，倒一个层次的顺服，拢袂当用无欢喜的态度来面对。佮较着爱用迄种为着主来做目标。不但是安尼，佮较爱尽心尽力去服侍。保罗的培训，歌罗西书第3章18节到第4章的第1节，安尼讲着。做负责人的
着顺服丈夫，因为这是信主的人的本分。做丈夫的着疼惜妇人人，毋通甲伊歹款待。做儿女的，逐项代志着顺服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。做老爸的毋通激儿女的受气，才袂互因灰心失志。做奴隶的，逐项代志着顺服世上的主人，毋是为着要互因欢喜，才伫因的面前安尼做，是因为敬畏主诚心做。恁无论做甚物，着真心做，毋是为着人，是为着主来做。着知影主会甲恁报赏，互恁对伊得到产业。恁得服侍的是主基督，做歹的是会受歹的报应，因为上帝袂骗待人。第4章第1节，做主人的着公平合理对待恁的奴隶。恁知恁伫天顶嘛有一位主人。诗篇127篇，主体若毋是上主起造，起造的人就空空着磨；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。恁早早起，暗暗才困，拖磨趁食嘛无彩工。上主所疼的人，伊互因好困。今日是上主所赏赐的产业，婴仔是伊的报赏。少年人的时生的囝，亲像勇士手中的箭。钱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伫城门口甲对敌争辩，拢袂抵到见效。感谢上帝透过保罗的提醒，互阮知，无论阮做甚物，都爱拢应该爱全心全意来为着主来做，无提示，无计较，无违背上帝的旨意。爱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